这下彻底回不去了，兄弟，一个闪电你就出现了，你是人还是妖啊？我既不是人，也不是妖。那我知道了，你是人妖。你侮辱我，我可是堂堂的卷帘大将。让我这身衣服！啊！不好意思，虽然有点脏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抛弃过他。还给玉帝卷帘，皮鞋都配不上。我可是堂堂的卷帘大将，我都钦佩我自己。哈哈哈哈！就是个打杂头头。卷帘大将可是非常重要的职务，我给你们说一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是第一次来这个人间，不知道这是哪儿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流沙河。流沙河为什么流的是水不是沙子呢？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？就是啊，自从我打碎了琉璃盏之后，我就发现我脑子不好使了。这蠢蛋可病得不轻，爹，咱快走，别摊上事儿了。想走没这么容易。我们要回家，放我们走吧。我看着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也无处可去，要不然在你们那儿借宿一宿吧。这就是我家，进来吧。来，给我。我们家没有多余的床铺，今天晚上你就睡鸡窝吧。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出现。你不是从天上来的吗？你要是把它打跑了，我就相信你是从天上来的。我本来就是从天上来的。行，今天晚上让我们见识见识。啊，走了，爹。给我准备点东西吃，有点饿了。等会儿。我乃卷帘大将，快投降！哼，你以为我会怕你？来，打一下试试。神有神路，妖有妖道，你为何多管闲事？降妖除魔！哼，想必你还不知道，天庭已经把非你被贬的丑闻公布下来了。哎呀，想不到玉帝连这个消息都公布了。怎么样，抓住了吧？好了。爹，鸡没了！我的鸡呢？被他抓走了。你就是个骗子！你再去找别的家住去。走了。干什么呀？
给你再找一个下家。不是，哎，你们不需要我了？不要了。啊？吃不上饭了。那个，你要是能管我饭，我就给你打妖怪。行不行啊你？当然行了，我可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啊！瞧我这身衣服，啊，好，那就跟我走吧。你要是能捉住妖怪，我天天煮鸡蛋让你吃。说话算话，我今天一定打败那猫妖。唉，我堂堂的卷帘大将啊，居然会落到这副田地。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呀？你这么玩命的抓我！你这个妖怪，成天偷鸡摸狗的，还有理了啊！你要吃饭，我也要吃饭啊！识相点把我放开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放了你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只要你不再偷鸡摸狗，我就答应你。那我要修炼成仙。不行，我已经被贬了，我法力所剩无几，要不然你还会在这儿吗？啊？什么神仙呀，还不如妖怪呢。你为什么要当神仙啊？妖怪不是也有好坏之分吗？你真是傻的可以，妖就是妖，人对妖呢是不会有好坏之分的。你偷村民东西，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你一个神仙被人遛着玩，也不知道害臊。算了，我今天就听你的，放过这些鸡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村民呢还是会找你麻烦的，先走着瞧。走。哟，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我劝猫妖改邪归正了。改了吗？那他？当然了，他说大慈大悲的放过这些家禽了，一字不差。看来这问题就出在你身上啊！我们家明明5只鸡，现在有3只鸡，昨天晚上是不是偷吃了你？之前就是3只啊，我都数过了，睡之前。我家的鸡我还不知道啊！我一看见就不像个好人，你这偷吃了鸡还想抵赖？我是好人，但是你可能记错了，确实是3只。赶紧赔我的鸡！你们说说，是不是他昨天晚上偷吃了我家的鸡啊？不是，你们可能搞错了。 5只还有3只，不是偷吃是干嘛你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村民呢还是会找你麻烦的。我终于明白猫妖话的意思。我看你和妖怪是一个道上的，你们里应外合，专门偷鸡。你也是妖怪吧？乡亲们，他就是妖怪，打妖怪我们，打妖怪，打妖怪。这下你尝到苦果了吧？人啊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走开！我是要走啦，只不过同为妖怪，看你这么笨，特意来提醒你。你要去哪儿？当然是要去投靠一个更大的妖怪了，这样才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，不像你吃不饱饭还得挨揍。玉帝大人，
自刎，也不要在这人间受罪。玉帝大人，我以为你抛弃我了呢。你呀，好歹也是我的心腹之人，我这次特地从天上下来，就是要给你指条明路。晚了，什么晚了？我的脑袋现在笨得跟木鱼一样，我再也不是原来的卷帘大将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想必你还不知道吧？啊，那天把你贬下凡间，你的智慧就让王母娘娘给拿走了。没智慧了，没智慧了，再也回不了天庭了。玉帝大人，求你赐我一死！哼！行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一个叫唐三藏的人。我不去，我现在已经是妖怪了，我要自甘堕落。真想不到，你原来是这样的货色。哼！哎，看着我！现在在你面前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继续在流沙河当妖，每7日挨受一次万箭穿心之苦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但是第二件，你可以继续去找唐三藏，护送他一路西天取经，顺便把你的智慧拿回来。他们可以官复原职，重新回到天庭。这自然要比你以前强得多呀。真的？嗯。那我选择第2条。哎，玉帝大人，唐三藏长什么样子啊？唇红齿白，能说会道。能说。玉帝大人，玉帝大人，玉帝大人，你再多说点啊！天底下就没有比他再能说的人了。原来玉帝是想让我先贬后升，故意出此计谋。原来我在玉帝心中的位置还是很重要的。对了，你的降妖宝杖差点忘了给你了，接住，我扔下来了。还有啊，你现在不住在天庭了，把你的造型改一改，换一个接地气的吧。是。你不会偷看的，我看见你了。我没偷看。我看到你了。哎呀，兄弟，请问这是哪儿啊？啊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你都不知道？切！妖怪啊！妖怪啊！妖怪！妖怪！
抓到你了哟！何不要你，敢在这泡妞！我先说的，我先问的你啊！我先问的你。既然如此，我先出石头呀。好，你说了，你先说。我乃天上的卷帘大将，玉帝的贴身保镖。玉帝派我在此寻找唐僧，护送他去西天取经。你呢？这么巧，我本是天庭掌管8万水军的天蓬元帅，也是玉帝派我在此等候那个姓唐的和尚，护送他去西天取经啊。哎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你个臭卷帘子的级别比我低很多啊，以后跟我讲话小一点声。另外，从辈分上来讲，我现在是你师兄。误会，知道就好。松开我啊！放手啊！师弟啊，刚刚和我一起玩躲猪猪的那几个姑娘去哪儿了？是不是你来就把他们全吓跑了？是你把他们吓跑了。胡说，我那么帅。哎，你刚才没有讲，你在天上卷得好好的帘子，为什么也被贬下凡来了？哎，甭提了，我就打碎了个琉璃盏，就那么点大碗的东西，玉帝就把我贬下凡了，你说亏不亏？你真的好亏啊！就是。哎，不过你还是没有我亏。我到现在都没有想起来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，被贬下凡来了，才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那我比你强多了，至少我不是猪。猪又怎么了？你不觉得我的造型很可爱啊？那么多女孩都喜欢我的。可爱，真可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宠粉天庭当神仙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觉得在这当妖怪挺好的呀。哎，我还是习惯天庭的生活。当妖虽然自由，但是不舒服嘛。玉帝只说，让我们在这儿等着那个姓唐的和尚，陪他一起去取经。可是我比你早来这么多天，连那个和尚的影子都没有见过。你没看着啊？没有啊。是啊，去哪儿找呢？青霞姐姐，你快出来，我好想走啊！青霞，喂，一会儿可就看你的了，先把面具藏好，千万不要戴上。反正你有了这个铃铛呢，青霞就一定会认为你是紫霞，千万不要暴露。你靠谱吗？那必须的呀。总之呢，你别把她当姐姐就行。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，晃一下你的铃铛，然后，哼，没错。人呢？你敢耍我？紫霞，紫霞，你快醒醒啊，紫霞！你搞什么鬼呀？他现在呢，特别的虚弱。这个呢，是我在藏妖峰的妖怪那儿得到的一种药水，它可以使人变得虚弱而通明。所以呢，我趁他不备的时候，偷偷给他下了药。现在他虚弱了，我才能趁机把他拴在这个地方。唉，只不过呢，他现在有点透明，你可能看不大清他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要么呢，你就陪我在这儿等；要么呢，你就选择相信我，省得等会儿紫霞起来了以后，
法力一恢复，叭叭叭，又不好对付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他手上这铃铛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？妹妹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能说话吗？唉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我劝你乖乖跟我认个错，说不定啊，我能考虑一下原谅你。就知道你嘴硬不敢承认。我问你，当年是不是你去跟如来告我的状？好吧，我猜你也没有那个胆。你现在落在我的手上，我劝你啊，就乖乖认了吧。哎，走，别在这碍眼。剩下的事儿，就我跟他的，起来吧，是时候决一死战了。既然你们两个姐妹重逢，那我也不打扰你们啊。那个剩下事儿你们慢慢处理。站住！去哪儿啊？我看你们俩姐妹聊得那么欢，正好刚才憋了泡大便，想去拉泡屎，不知可否？我憋不住。你还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，连拉泡屎你都不让。安静。看着我的眼睛。你气场太强了，我受不了。自己的主人当然受不了了。还有，他根本就不是紫霞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样就受不了了，连这副肉身你都惧怕，何况是他的灵魂？而对于他，你勾肩搭背、动手动脚的，你哪来的胆子？害怕肉身呢，是条件反射。我主人的灵魂是非常完美、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勾肩搭背怎么了？很自然的事儿。我呸！紫霞的性格我再清楚不过了，她是不可能随便让你在她身上动手动脚的。我告诉你，真相只有一个。落在这个女魔头手中，这回死定了。就是紫霞那个小贱人，指使你要置我于死地。神逻辑，太棒了，得救了。没错，一切都是紫霞那个小贱人指使我的。我就是个宠物，是不是？我能干什么呀？除了他让我跑来跑去做点饭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心完全是属于你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紫霞，想不到斗来斗去，你还是要置我于死地。没想到你跟他斗来斗去，还是要置他于死地。我不会再放过你了，不会再放过你了。你说，我要怎么折磨他？是要拔他头发，还是在他脸上划2刀？那咱们先休息休息，缓一下，明天呢再过来扒了他头发，再给他揪了他舌头，走，明日再战。哎呀，我不困，我告诉你，我多1分钟我都不想等。要不是同用这副肉体，我早就自砍3刀了。砍3刀，你明天再自砍3刀。我们今天先回去行吗？差点忘了还有你，青霞姐姐，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可怜小妖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刚叫她什么？平凡可怜小妖。平凡可怜的小妖，哪有这样的能耐？变透明，藏妖风。你是半妖？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听说你可以被人附体呀？你在干什么？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快走吧。青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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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儿呢。原来你真的存在。哼。
这下我就可以通过半妖的身体，我要控制紫霞那个小贱人。哎，如果你敢跟紫霞透露半点，我就……紫霞快要醒了，那个什么至尊宝，赶紧帮我把那个半妖面具戴上，快！你今天累吗？什么？你一定很累，因为你在我心里已经跑了一整天了。哦，你爸爸是个贼吗？我没有爸爸。你有爸爸，而且一定是个贼，因为他偷了世界上最亮的星星，放进了你的双眸里。哎，好了，说点正经的，我可以跟你问个路吗？我也不知道半妖在哪。啊不，我是想问，通向你心里的路。至尊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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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怎么样？昨天半妖有没有什么异象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真的吗？没错。让我看看。看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都说了多少遍，不要靠近那个净血岩浆，那里会让仙家的法力尽失的。哎，昨天我学了一个特别搞笑的笑话，那笑话你想不想听？你有点不太对劲。我还学了一套牛逼的拳法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怎么有女人？甜蜜，你看像不像我？不是老师那个声音。起来！嗨，妹妹，好久不见呢。姐姐，他附身到那半妖身体里面去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帮你是哑巴。青霞，我知道你可能有点事儿，所以呢，我跟紫霞先行一步。啊，走吧，紫霞。哎呦！你们两姐妹果然是心有灵犀呀。妹妹，这么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那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当然，想死你了。看来都挺厉害。还给我！哼，我本以为上次你我的斗争只是一时不和，可没想到这么久没见，你竟然变本加厉，还想利用半妖来置我于死地。紫霞，你好狠的心！姐姐，是我做的我认，不是我做的，你别想让我背着黑锅。明明就是你有被害妄想症，一直想加害于我。是你才得了被害妄想症，看招！百转千回掌！哎，以和为贵啊！别打了，以和为贵。哎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啊！走开！哟，还真是个忠实的宠物啊！哼。春春，春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半妖之所以叫半妖，是因为它是透明的，它可以附在任何东西上面，
比如树上啊、叶子上啊，包括地上。哇！我再看它有没有附体。哇塞，这么嚣张啊！那它有自己的样子吗？它不附体的时候呢，就跟人的样子一样，一般大小，是人的变体。那它好看吗？肯定没有你好看。你这小铃铛还真好用，只可惜不认主啊！紫霞，你口口声声说要找你的心上人，你的心上人在哪呢？真的是太办事头杂情，聪明一时糊涂一时，竟然要死在青霞这个女魔头手中，别伤及无辜啊你们！半妖洞，就是这儿了吧？走吧。春三使命，过来干什么？是他。我还有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等会儿再打啊。我真服了。是你吗？几日不见，变样子了，修炼成人形了嘛？休得急躁，等我发好施令再行动。我劝你拿开你这只东西，不然我就帮你废掉它。还有你谁呀？我凭什么听你发号施令啊？几日不见，你忘了是不是？我们约定好的呀！别以为你修炼成人形就得意忘形了，小心我让你身形俱损。喂！哎呀，你干嘛？这个就是你要找的半妖吧？看起来不是很危险吗？咱们抓起来，快走吧！那两个人是变态。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谁呀？要不是春春，我怎么会认识你呢？春春又是谁？我呀。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赶紧走。走啊！等会儿，如果我们走了，青霞现在是1对2，你就这么忍心看人姐姐受伤了？何况你现在也有伤在身，如果溜走被发现，喂，这回你记起来我了吧？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报仇是你自己的事，别把我往坑里带。哎，你就不想尝尝孙悟空的味道啊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啊，吃了他的肉，你的修为可是会大幅度增加啊。没兴趣，没兴趣。哎，你的舞不错了，哎。嗯，你也会跳舞？
再来再来。想看我跳舞啊？那你就要帮我杀了孙悟空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们一起联手跟着孙悟空，我帮你吃掉他，为你的恩公报仇。一言为定啊！到时候你帮我杀孙悟空，我教你跳肚皮舞。我们呢就以眼神做暗号，我冲你眨眼睛，你就动手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眼神不明显。那你想怎样？这样吧，你给我跳个肚皮舞，我就知道要动手了。大庭广众之下让我给你跳肚皮舞，你可知道我春30娘的名号啊？你不给我跳肚皮舞，我就不和你联手了。肚皮舞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，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的。我在外人面前给你跳个水袖舞怎么样？不行，就要肚皮舞。好，就肚皮舞了。这下认出我是谁了吧？你干嘛呀？喂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想背信弃义是不是啊？我们说好的啊。莫名其妙，我先杀你这妖精！你想干嘛？你要不是拜妖，你趁早说清楚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，坏我好事垄断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不要打架吗？这位女士啊，我想你跟我的春春之间呢，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但是打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不如大家啊，坐一下，喝喝茶，吃吃包，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吗？哦，要不然就是他心里有鬼啊，不然你为什么带着这张白脸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以真面目示人是吧？好啊。真狠啊！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是春30娘吧？你谁啊？我是白晶晶的好朋友，她有些话托我带给你。你认识晶晶？没错。杀你这个负心汉！你不能杀他！我要杀谁？你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？他不是真的孙悟空。正式跟你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500年后白晶晶的丈夫，我叫至尊宝。你好，姐姐。你说你是白晶晶的丈夫？没错。也许你现在不会相信，但是过了500年之后，你就会相信。至于事情的经过呢，的确有点复杂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再跟你解释一下。最好现在给我解释清楚啊！白晶晶刚刚修炼成人形，还不通人事呢，你对她做了什么？让她委身于你，你说？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500年后白晶晶的丈夫。你说你来自500年后？姐姐，你相信了吗？我相信你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一个人从500年后跑到500年前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只为寻找金晶。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。我相信你呀、我相信你是白晶晶的丈夫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的老婆啊！那个神经病！你胡说些什么？说，真正孙悟空到底在哪？紫霞，你是不是连孙悟空都要跟我抢？姐姐，他真的不是孙悟空啊！贱人，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！一定要相信我，晶晶的。玉皇宝盒。你别过去！臭猴子，不仅伤害我感情，还敢伤害我妹妹！
是因为你们这些女人勾引他，他才会如此负情薄义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哎，疯婆子，不要乱讲话，听见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感情这种事情啊，都是你情我愿、互相吸引的嘛。难不成当年你我缘分一场，还是你勾引我的呀？而且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碰春春一根汗毛，你就试试看。好你个薄情的臭猴子！我当初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春春呐，你小心一点，这个女人是疯子呀！孙悟空，这一路我对你怎么样？没得说呀，真是又温柔又体贴呢。不行，哼，你可别得意太早，这臭子花心成性，满嘴谎言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会不会说话，疯婆子？你知道为什么讨厌你了吗？汉夫！你又回来干嘛？回来干什么？救你啊！你欺负我那么久，我不但把你救上来，好好找你算个账。走开，你会被吸进来的。吸什么？我又不是仙人。孙宝，你就是个狗熊笨蛋！你不要在这里逞英雄了，快走！现在结局只有两个，要么就是你死，要么就是一块死。你不想找你的如意郎君，我还想找我的白晶晶呢，把嘴给我闭上！谁叫我天下无双，乾坤八卦又怎样？就算是地下天罡，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金刚锤收服了狂，我依然还是最强。电视火光，一路行者无疆。凭什么天上有资格把时间划分三角，就留职责？是人是妖是仙是魔，原本只是在心里一念之隔。火眼金睛都看不破，命运多么难测，一正一邪都有因果。普天下众生形形色色，修炼成了自我，齐天大圣有何不可？谁叫我天下无双，乾坤八卦又怎样？就算是地下天罡，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金刚锤收服了狂，我依然还是最强。电视火光，一路行者无疆。谁叫我天下无双，乾坤八卦又怎样？就算是地下天罡，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金刚锤收服了狂，我依然还是最强。电视火光，一路行者无疆。
我乃天上的卷帘大将，玉帝派我在此寻找唐僧。这么巧？妹妹，这么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那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当然，想死你了！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女人勾引他，他才会如此负荆薄野。哎，春春，你这个激将法还真是有用啊！果然把那个疯女人甩开了。等一下，你先走，我替你断后啊。哎，等会儿，还是你走前面吧。啊，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身手敏捷啊，万一一会儿遇到他们呢？你在前面还能保护我。你终于感受到了，你这样说我真的好开心啊。哎，疯婆子又是你，阴魂不散，想干嘛呀？那个竟然杀你啊！你放啊！我明明看到是你要伤害人家。小春春，不要怕，有我在啊！孙悟空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他刚才是真的要杀你，不能跟他走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喜欢跟谁走就跟谁走。春春，往后一点啊！你，孙悟空，我来救你。你干什么是我呀？我没有办法控制你呀，我被他给控制了。孙悟空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害的是他。你报仇！三圣的，快收手！好话过了，寸草不生。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还有后半句啊！住手！我不想回到那个贱人的身体里。醒了。哎呀，春春，你看看这里啊，有月光，还有你。就算我们死在这里，我也不觉得遗憾了。色鬼，明明醒了，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再看我，信不信把你眼睛给挖出来？信不信？把你眼睛挖出来啊！哼！唐僧，谁叫我啊？就是你！
霞。紫霞，我来救你。我想吃温饱。你能不能安分一点啊？啊！不是你救我，我刚才早就说服死了。你别动了！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我是来救你的，你应该感谢我。虽然我翻不起来。你走啊！最蠢、最笨、最傻的宠物，我都说让你走了。醒醒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知道吗？你醒醒！起来，起来，你起来！起来！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就报我的名号。爱还在，远去等你漂泊百人外。这个傻子，一个人死总比两个人死好吧？在世上，命运不能更改，放开。你是不是悟空？你是不是悟空啊？你让我看一下你，你是不是悟空？你是不是悟空？你放松了。哎呀，师傅好巧！哎呀，你叫我师傅，你真的是悟空！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你好帅，好英俊啊！哎呦，我好开心，你终于进化了，你现在就像一只猴子一样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师傅真的好想你，有没有吃饭？有没有喝酒？有没有吃肉？师傅呀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的潇洒。师傅不潇洒，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你看师傅皮松成什么样子了？哎呀，哎，师傅呀，哎呦，我有在跟你叙旧，眼前这个姑娘有难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快去，快去！30娘不要怕，齐天大圣来救驾！师傅等我，我去就回。哇！一段时间不见，悟空真的长大了，都会主动去帮助别人了。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路向西，肯定可以造福很多黎民百姓啊！紫霞，紫霞，你快醒醒啊！紫霞，紫霞，真宝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你死我都不会死的。快点走啊！你去哪儿啊？我不会走的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。你不是仙女吗？你怎么可能会死呢？赶紧走啊！人在，汤在。这破地方哪有什么火呀？
听话呀，你快点走吧，你快点走啊！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。找到没有？没有，没找到还在这里耍帅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你的师兄，以后不可以在师兄面前耍帅呀，记住没有？那怎么办呢？玉帝说了，唐僧就在这藏妖峰里，我们必须要找到他，送他取经，才能赎上我们身上的罪过，重返天庭。但是，我找了2遍呢，都没有找到他。不如明天早上再找吧。明天早上再找，明天早上再找，黄花菜都凉嘞。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？玉帝只说让我们2个人在这里等那个姓唐的和尚，我们在这儿等了他多久了？找了他又有多久了？可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藏妖峰哎，说不定他现在早就已经被妖精吃掉了。我们俩在这里白等了，懂了没有？有道理啊。所以呢？所以再找会儿。所以我们散伙算了吧。我要回去做我的猪光烈，我做我的妖怪挺好的。报告！哎呀，再找会儿。我要回去做妖精了。哎呀，我们要重返天庭，你忘了？我又不叫重返天庭，你不要拉着我了啊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拉着我。走，不许你看着拉我！但是，似乎有人从外面闯进来了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这蟾蜍谷这么深，谁能闯进来呀？小绿，是不是有人闯进了你的心？是我心不静。心不静呢，不如我念经给你听啊。师兄，你真好，什么事都想着我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拉着我？滚开呀！我的怀抱没有你的位置，你笨蛋！你听不听得明白？你听不明白，你也再听一下。唐僧。师傅好像被妖怪抓起来了，
那你还不赶快去救师傅呀？不要打！住手啊！住手啊！师傅，你放心，你已经安全了。你谁火的？快去！这个诸侯交给我，你就搞定这个秃子。你到底是谁火的？师傅在这儿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哎，这叫什么师傅啊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你啊？嗯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叫猪八戒，原本是天庭的天蓬元帅，后来因为偶犯小错被贬下凡间。玉皇大帝派我们俩来的，说让我们俩去保护您去西天取经，得道之后才能重返天庭。刚才我们俩护驾，哎呀，你也不用保护了。好。师傅，我和他差不多，我是远莲大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不打不相识啊！一天就收了2个徒弟，小绿一场误会过来认识。但是你怕他们是骗子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他们2位呀，跟你一样长得很有个性，一看就是好人呢。你看，尤其是他多有个性啊！哇！哎呀，来，抱抱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，也是误会你们。哎呀，还咬了你的耳朵。哎呀，不要生气。师傅，既然咱们都认识了，赶快去西天取经。哎呀，是这样，你大师兄孙悟空啊，还没有回来呢。我们呢是一个团队呀，团队呢少一个都不行的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孙悟空，跟孙悟空在一起的女人，我认识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回去找静静了。哦，哎，那这么说，大师兄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大师兄啊，他去拯救苍生了。是去拯救女苍生了。他不会回来了。我不信。哎呀，大师，那个女的我认识，就是蜘蛛精春30娘，蛇蝎心肠，可是出了名的。小绿啊，背后莫论人是非，常静思己过。我想必那春30娘啊，她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。春30娘，好蛇蝎心肠的名字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这种女人一般都长得很漂亮，所以大师兄是不会回来的。女施主，我们的判断如此一致。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。来，哎呀，大师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守株待兔，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去找孙悟空。对呀，哎，师傅，你说大师兄不回来，我们就不能去西天取经，万一等10年呢？对不对？人的一生有几个10年呢？对不？你说的也真的是非常有道理。
既然大家都同意上路的话，那为师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推马。你好啊，因为我是仙子啊。我也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因为你是仙子的宠物啊。嘿嘿，至尊宝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谢你昨天救了我呀。那都是举手之劳。月光宝盒在你那儿。对啊，都是因为你啊！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都不知道它上哪去了。哎，要说月光宝盒，洗一下。也不知道姐姐现在去了哪。当然是在你身体里。啊！昨天青霞离开的时候，发誓说要杀死你。哎，对呀，我现在跟他闹这么凶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。这办法呢，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就是你把一个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东西给我，我再把它给青霞，然后再告诉他你已经死了。一个人呢是不可能死2回的，如果他再想来杀你的话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啊。可是用什么呢？用什么？当然是要用一个很特别，就比如说用月光宝盒啊之类什么的。哦，对呀，紫金宝剑，你把这个拿给他，他一定会相信你的。就这把破剑。就这把剑，这破剑，谁都可以打开。昨天、今天、过去不再回来，红颜。
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你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就很美了。嗯，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人去等你漂泊，白云外，痛爱让人悲哀。你发什么呆？命运不能更改，放开，不能再相爱。难道这是上天的？原来是你，都怪你骗了我这么久。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好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看来我不得不说，这位先生，虽然我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，但我也是百花丛中，片叶不沾身。我有老婆，你这样拉拉扯扯，真的很有伤风化呀。你有老婆，那我算什么呀？你算什么？混蛋！我混蛋？对，行，我现在就滚！喂，这干嘛？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到底在哪儿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尾巴到底藏在哪儿？我是人，哪有尾巴？让我找个看你还怎么狡辩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还真拿我当宠物？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呢！那你干嘛假装不认识我呀？不是我不认识你，是我实在是不认识你。我用了一个看似很简单普通的盒子，咻的一下来到了500年前。理论上讲呢，咱俩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我这样讲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？不明白。那你怎么样才能相信？你说你是从500年后来的，那你500年后都做了什么呀？我500年。自己看。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呼百应，万人爱戴，好有型啊！保护费啊，大哥！收保护费啊！大当家的呀，这保护费1个月收1次，你天天来，我们哪受得了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要反抗了！那你要怎么反抗？拿命来！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还有谁？这么揶揄当时的英雄气概，还说你不是村人，我好幸福。告诉我，谁是五岳山的大王啊？大当家，大当家！告诉我，
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、最玉树临风的男人？老刀匠，老刀匠，老刀匠，老刀匠。那你们再告诉我，谁呀？妈的，有完没完？每次都说这么多话，我的腿都酸了。这位老伯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破坏气氛呀？每天就2盒盒饭，还要啥气氛呀？话不能这么讲啊！你知不知道你的表演也很有问题啊？你每次都会挡我的光，弄得我特别的难看，你不知道吗？钱给的这么少，你还唧唧歪歪，给我打！那是我的回忆。好好的一个齐天大圣，500年后怎么混得那么惨啊？谁说我混得惨？我可是五岳山山贼之王。你好好的花果山不待，去什么五岳山啊？什么花果山？你不记得这儿了？我去这破地方干什么呀？不管你是装失忆还是真失忆，只要你能拔出紫青宝剑，你就是他。今天的仙子脾气都怪怪的，一个出来就打打杀杀，一个又要跟我认亲。不管了，先从他这脱身，赶紧救青金姑娘出来吧。我好像跟这把剑是有一点感应。啊，你跟他有感应啊？仿佛冥冥之中能看到点什么，但是又看不到什么。这个，要不先把这剑放我这儿，我呢？这个跟他时间久，相处时间长。不行，太慢，我有其他办法，你跟我走。救命啊！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孙悟空啊，会火眼金睛，他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了749天都没事，我就不信，只要一验一验你就知道真假。我要是没骗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是不是他。嘿嘿，那你大概就瞎了吧？你放心，你学哑语的钱我会帮你出来。我又不是哑巴，我学哑语干什么呀？你这么机灵，你可以别想逃出来呀！72遍火眼金睛，你会样你就得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敢逼我的话，我就咬舌自尽。我就不信验不出你的真假。你又要干什么？你别整我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姐姐，孙悟空他已经向我提亲了，能接受现实吗？贱人，我拿你当姐妹，你却横刀夺爱。我今天非要把你打破一堆白骨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你们两个快点去阻止他，不要让他的罪孽加重啊！正所谓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冲动乃是魔鬼呀！你们快点去劝下那2位女施主，告诉他啊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、一时怒火，造成了终生的遗憾呢。是师傅。现在的女人果然没有品味，一定特别吵。哎呀，快去啦！哎。大师，这个古墓好像还有其他的入口。你看，那边有个人影闪出去了。哎呀，悟空不要跑那么快，跑太快会摔死的。哎呀，什么色色空空的，烦死了！嘴笨就别学人劝架，他都被你俩的丑样给吓跑了。2位女施主，你看你们都那么美，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啊？不让我编一个帅帅的样子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二兄，不好了！啊！师傅不见了。对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师傅跟我讲。走。这什么破地方，到处全是石头，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真是搞不懂。这儿的石头跟别的地方可不一样，这里是灵镜谷，这些石头啊是可以变成镜子的。不是什么镜子这么稀奇啊？还要你这么费劲的去炼化？是可以看穿你真面目的镜子，俗称照妖镜。
我有什么真面目？啊，这就是我的真面目。待会儿就知道。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，不是我是什么？等等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什么？刚才那阵风，好像有人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一样。什么都没有，赶紧走！找理由是吧？赶紧走！真的什么的感觉都没有吗？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走。肌无力。你鸡也太无力了吧！干什么呢？打什么妖怪呢？在和一个小妖打招呼。什么妖怪？这个妖怪啊，虽然攻击性不强，但是速度特别快，可以令对手防不胜防。走开！你我到底谁的攻击性更强呢？你要这样知道的话，就好好站起来和我比试比试啊！你神经病啊！我又不傻，这么打才好玩呢。为什么呀？我又不认识你。因为我也需要这些石头提升妖力。趁这个好机会，一举将月光宝盒夺回。好小子，你竟然敢帮他！我先解决了你！我呢，只是想要一点石头的碎片来做一面镜子，不是要跟你争的。你好好疗伤。祝你早日达成愿望啊！快走。拿着，马上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。拍照，笑笑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举手投降吧，这回你们彻底跑不掉了。你多欺少，算什么能耐？